今日同大家分享天慈邨3到4人單位裝修設計。單位係和諧式舊公屋，實用面積370尺，間咗3個房間，簡約風格設計。客廳保留最大空間，寬敞明亮。入門口右手邊做電視背景牆，雪櫃擺喺牆邊，另一邊牆就做獅子櫃，上面玻璃舉連埋3個神櫃。3個房間門分別做隱形門、PD 門、玻璃趟門。隱形門係主人房，做4尺嘅地台床連衣櫃，儲物空間足。PD 門係工人房，做1張單人床就 OK 啦。玻璃門係兒童房，房間內就做3尺地台床連衣櫃加書台。透明玻璃仲唔會遮擋客廳嘅自然光線。廚房同廁所同樣都係做 PD 門。廚房空間大，入門口做洗衣機櫃同儲物櫃，裏邊就正常做櫥櫃、地櫃加吊櫃啦。最後大家有需要裝修歡迎 PM 我報價。